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列王记下卷第2章13节到15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接棒。信仰是一个传承的工程，从圣经一开始就常常提及要对子子孙孙讲述上帝的恩典。信仰传承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，因为在困境当中仰望上帝，得蒙上帝的保守，得蒙得救的过程与人分享，与下一代分享，是基督徒做见证的必然过程。就如同耶稣基督呼召了门徒来跟随他，他也将传福音、医治人、为人赶鬼以及助人的责任交代给了门徒，差遣他们出去接棒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。同样的记载也在摩西交棒给约书亚，大卫交棒给所罗门，以及今天的经文记载以利交棒给以利沙。列王记下卷第2章13节到15节这样记载：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袍，然后回去站在约旦河岸边。他用以利亚的外袍击打河水，说：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然后他又击打河水，水分开，他就走到河的对岸去。耶利哥来的50个先知在远处观看，就说：以利亚的能力在以利沙身上了。他们去迎接他，俯伏在他的跟前。交棒，以现代的工作来说，这就是职务交接，让所做的事情有人可以继续去接替。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基督即将结束上帝交代的生活，他预言自己的离别，但是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谈。耶稣基督曾经以耶路撒冷的毁坏及3日内恢复来比喻他的死亡与复活，也曾说他将要求上帝赐下保惠师来与世人同在。今天的经文，耶稣基督在面对犹太教师说：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，他们不是福音的接棒人。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0节这样说道：耶稣就对他们说：我要走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可是你们将要死在自己的罪中。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犹太人的领袖就说：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难道他要自杀吗？耶稣说：你们是从地上来的，我是从天上来的。你们属于这世界，我不属于这世界。所以我说，你们将要死在自己的罪中。如果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，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。他们就问：你到底是谁？耶稣回答：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们，关于你们或许有许多的事我应当说，应当审判，但是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，我只是把他从他那里听到的告诉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关于父亲的事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：当你们把人子举起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自有拥有的，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，
我只说父亲所教导我的。差遣我来的那一位跟我同在，他并没有撇下我，使我孤单，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欢的事。许多人听见耶稣这样的话，就信了他。所以我们要再重申了只有相信又接受的人能够得救，才能够成为福音的接班人，继续来传承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，让我们成为福音的接棒人，继续成为福音的勇士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